看过香港小姐、世界小姐，你没有看过藏族选美吗？作为2019年圣洁甘孜形象代言人，我一直觉得自己长得还不错，但是直到去了丹巴，我才刷新了对自己的认知，因为那里的美女实在是太多了。而且每年5月份，丹巴都会举办1年1度的选美比赛，这也就是5月份是丹巴旅游旺季的原因。之前陪我表妹参加过一次，比赛规定是参赛选手必须是丹巴本地的，16到28岁，身高必须在1.60米以上的。当天基本上满足条件的丹巴女孩都会来参加，而且她们穿的藏服都很有来头哦，她们身上的衣服都是自己一针一线手工编制的，用牛羊绒搓成线，再织成布，然后绣花边，每一个步骤都是要亲自操刀的。而且头饰上的头发也是用自己的真发剪下来和红绳编织在一起，光做这些东西就要花1-2年的时间，而且价格还不便宜，不算身上的金银首饰都要7-8万，有的甚至要上百万一套。选美总共有3个轮次，初赛、复赛和总决赛。初赛比较简单，就是自我介绍，从开始的150人淘汰到80人，然后进入到复赛。复赛就会加上服装表演和走秀，当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 T 台走秀，而是主要展现自己的风格，看的就是大家的仪态和气质，比较随性。复赛又会淘汰掉60个人，剩下的20个人就可以进入总决赛。总决赛上会进行才艺表演，像我的表妹不仅跳了舞，还朗诵了一首自己原创的赞美丹巴的诗歌，当时获得了第8名和最佳才艺奖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表妹，她不仅长得好看，身材也特别好，身高1.75米，也才获得第8名，可想而知丹巴的美女有多好看。而且她们都是那种原生态的美，所以丹巴也有美人骨之称。总决赛会评选出1个金花、2个银花、3个石榴花。因为石榴花是5月份开放，所以这个比赛也用石榴花代替第3名，也是形容丹巴姑娘像盛开的花一样美丽。丹巴当地是非常重视这个选美比赛的，他们会邀请藏族明星来表演，像上次就邀请了阿兰达瓦卓玛和亚东。他们还会准备丰厚的奖励，像金花的话是8万，银花是5万，石榴花是2万。前20名还可以进入传媒公司，成为当地的旅游形象大使，促进当地旅游发展。丹巴之所以有很多美女，主要是因为它的生态环境没有受到任何破坏，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传说，据说在很久以前西夏王朝灭亡，很多落难的贵族和后宫嫔妃都逃到了丹巴，安定下来，繁衍生息，所以这里美女如云。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丹巴看看啊！